嗱，嚟緊呢個11月29號，譚校長即將會喺度開一場個人廣東版嘅演唱會。咁啊喺未開之前呢，我29號都會喺砵甸乍呢個火車頭嘅門口嚟唱啲歌送俾你聽，希望好多人支持我，會將我帶入去嗰個演唱會室，同佢共同唱一首歌。其實我都寫咗好多廣東歌曲嘅，不過我自己冇版權咁解啫，所以變咗寫新歌 rap 嘅，希望借下譚校長嘅三成功力，唱一啲 rap 歌俾你聽，因為佢冇唱過 rap 歌俾你聽，同大家分享下我嘅新歌，未有歌名嘅 ，OK，rap 俾你聽下啦，少少，多謝你哋收聽。到咗今時今日，我都仲想要威，揾到幾多其實都係唔夠使。啲靚女開架跑車，仲載埋條仔，諗到自己一事無成，有啲慚愧。跟咗娛樂圈來了有啲閉翳，一直到而家都未能出軌。希望大家俾啲掌聲作為鼓勵，等我可以唱晒嗰啲歌出嚟。身邊嗰啲人話我有問題，其實我一直都係俾人誤解，所以你哋要同我有默契，我真係唔想全功盡廢。下邊嗰個 chorus 咧，個副歌，到時喺個火車頭門口出邊嘅門口唱俾你聽，同你哋大家分享下。多謝你哋收聽，多謝 ，thank you。